匯豐上個月就出咗2025年第一季嘅業績報告，究竟呢間金融巨頭喺經濟波動下表現如何？派息回購有冇驚喜？未來目標又點規劃？即刻同你逐個拆解。溫馨提示：本片只係交流學習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匯豐第一季嘅收入大概有176億美元，淨利息收益83億，除完稅之後淨75億多啲。整體嚟講，收入同比下降咗差唔多15%，但淨利息收益同除稅後利潤跌幅就冇咁大。主要原因係去年佢哋喺加拿大同阿根廷賣咗啲業務，令收入受到影響。不過話咁快，國際財富管理香港嘅財富管理業務喺客戶活動增加之下，收入都仲有升。用固定匯率嚟睇，不計特殊因素，收入仲升咗7%到177億美元。佢哋宣布會展開最多30億美元嘅股份回購，預咗喺5月2號股東大會完咗就開始，預計喺2025年中期業績出晒之前就搞掂。就算全球貿易環境唔穩定，市場都好關注匯豐對淨利息收益嘅預測。管理層話佢哋會保持全年420億美元嘅預期，但都承認利率未來會變得更加波動，好難預測。匯豐行政總裁艾喬治話，第一季嘅業績證明咗公司嘅盈利能力好穩定，策略執行得好好，好有信心可以完成目標。而顯示淨利息收益大約106億美元，比去年少咗4%，其他收入同費用就增長咗25%到71億美元。整體營收大約176億美元，比去年同期跌咗15%。佢哋預計如果出現地緣政治緊張或者貿易關稅突然升高，信貸損失可能會增加5億美元。展望未來，匯豐都話同之前預測嘅路線差唔多，2025到2027每年平均有形資本回報率大約15%。2025年淨利息收益預計會有420億美元，但由於利率未來可能好波動，未必咁穩。信貸損失預計約佔貸款額嘅30至40個基點，營運支出就希望保持喺3%左右。客戶貸款結欠會保持中單位數嘅增長，財富管理嘅費用同收益都希望每年雙位數增長，資本比率就維持喺14%到14.5%之間。又有消息就係，因為交通銀行增資發新股，匯豐持股會由約19.03%跌到大約16%，咁就搞到佢哋喺賬面入面會有12億至16億美元嘅虧損。咁呢啲虧損係長遠持有嘅投資，唔可以用嚟抵稅，但匯豐就話唔會對資本或者派息產生大影響，會列為需要留意嘅項目。其實匯豐呢季業績比預期好，仲宣布會回購股份，股價期望可以再升高。即使經濟唔穩定，佢哋都話自己有能力做到15%嘅資本回報率，同時淨利息收益都可以維持喺420億美元左右。存款業務穩夠強大，財富管理又持續雙位數增長，呢啲都係佢哋盈利嘅重要支撐。CEO 艾喬治都話，即使出現5%嘅極端情景，涉及全球關稅大幅升級，香港樓價都可能會跌多過30%。不過佢都話喺比較核心嘅情景，香港樓價最快2026年開始會逐步反彈，5年內平均升幅大約5.4%。佢又提到經濟前景好唔明朗，國際形勢緊張，令市場波動大，但佢哋都做好準備應對。佢補充話，雖然關稅可能會拖低收入，但公司相信今年一定可以達到15%嘅資本回報率，淨利息收益都可以維持喺420億美元左右，存款穩定，財富管理業務持續增長，都係支撐公司盈利嘅關鍵。佢都話資產質素冇因為呢啲貿易問題出現明顯惡化，4月份都保持住穩定。預計今年嘅不良貸款損失率大約喺0.3%至0.4%之間。總括嚟講，雖然經濟有好多唔明朗嘅因素，但匯豐展現咗好強嘅韌性同策略彈性。佢哋成功保持住財務穩健，仲宣布回購股份，股價都喺反彈中，企圖再試高位，網絡都算唔錯。想知多啲股市最新動向，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冚埋鐘仔，祝大家穩中求勝。我哋下次再見。